話咁快又到新年啦，好多人都會去各大廟宇拜神許願，祈求新一年行大運。今次我哋就介紹5間香港島新年必去廟宇，睇下邊間適合你啦。首先係上環文武廟，佢喺1847年建成，打工仔參拜可以改善人際關係，幫助事業暢通，升職加薪。跟住係灣仔北帝廟，又稱玉虛宮，係灣仔坊眾為供奉北帝而建。北帝係代表北方星宿嘅神，同時都係水神。之後係大坑蓮花宮，建於1863年，主要祭祀觀音。相傳觀音曾經喺大坑蓮花宮內嘅蓮花石上顯聖，為咗紀念聖蹟，村民就起咗呢間廟嚟祭祀。然後係筲箕灣城隍廟，建於1877年，據講城隍負責管理城中大小事務，唔少人話呢度求籤好準，所以吸引好多善信求籤問卜。最後係筲箕灣天后古廟，由筲箕灣居民集資興建，歷經1874年甲戌風災同日戰時期，筲箕灣區人口傷亡同損失都比較少，居民相信係天后庇佑所致。